么确实，在我们嵊州呢，不管是大到70、80岁的老人，还是小到5、6岁的幼儿，他们嘴上都会哼哼几句粤剧。那么在全国粤剧团当中呢，团团也都有我们的嵊州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将要上场的就是我们嵊州的女儿张小军老师。她今晚要带给大家的节目是《追鱼》当中的选段《书馆》。张小军，国家1级演员，曾获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表演奖、第89届浙江戏剧节优秀表演奖，师承徐玉兰派。我们掌声欢迎。上机啊！曾